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海巡署台南查缉队破这件是真大件，查到沙鱼剑。这是用海洋保育类的动物沙鱼的喙齿来做的，是这个民俗信仰当中当机所提一种法器。这个专案小组经过几啊个月搜证，总算来破案，这个查到的数量起价超过1000万。 大家欢迎，收出票啦吼！海巡台南查缉队队员提搜索票上门，敲到真济非法品。45、46、47。有长有短，有大机有细机的，这拢是海洋保育类的山制品，就是俗称沙鱼剑。专案小组接到情报了，经过几个月搜证，去抓到非法的贩卖集团，伫网络涉嫌卖沙鱼剑、毒甲海洋鱼、甲象鱼等等，这拢是海洋保育类野生动物的山制品。 其中这个沙鱼剑就是海鱼类的这个喙做的。沙鱼剑一般是民俗信仰中当机业的一种法器。另外，毒甲海翁也是讲叫做长枪海翁，是用来绝种的海洋保育类野生动物。地角鲸或者叫独角鲸，它在生活的区域都在很靠近北极的海域，所以事实上台湾周遭是没有这些出现的记录。涉嫌卖海洋保育类野生动物山制品的，这摆是有史以来上大件的。我们同步在5个地区在实施所有搜索的过程当中，一共有查获到16名的国人在做这个部分。这摆抓到市价差不多有几千万。针对这制品的来源，专案小组会去追查，所掠16名嫌犯将被依照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。 将面对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加上济150万的罚金。